邦文日本財務話你知，外面陽光普照，外面大致天晴，外面大致多雲，外面有幾陣驟雨。外面多雲，外面間中有雨，外面有雨，外面間中有大雨，外面間中有雨及雷暴。今晚天晴，今晚大致天晴，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啊。外面有霧，外面局部地區有霧，外面有煙霞。1號風球現正生效。3號風球現正生效。8號風球現正生效。9號風球現正生效。10號風球現正生效。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。紅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。黑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。小心，山泥傾瀉。雷暴警告現正生效。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。今日天氣寒冷，外面天氣炎熱，外面陽光普照及炎熱。天氣簡報由邦文贊助。